香港跟隨美國減息，再加上施政報告之後對樓市都有一定嘅正面支持作用，咁令到不論係9月份新盤定係二手市場都全面做好，而部分嘅成交更加見到築底反彈嘅跡象，所以第四季樓市嘅前景都轉趨明朗。從9月份嘅股價表現分析嚟睇，綜合物業股價量係按月上升5%左右嘅。如果唔係受到颱風同惡劣天氣嘅影響，相信增幅會相當明顯。其中涉及買賣嘅成交股價量按月上升5.9%，不論數字同埋佔比都創咗今年嘅新高。而期內1、2手嘅增長亦都比較明顯嘅，咁反映咗喺暑假過後買賣活動係有所提速。估到價比率係按月輕微下跌大約1%，出現咗一個窄幅調整嘅一個勢頭嘅。咁喺呢個減息重啟，加上呢個施政報告提振之後，其實令到部分業主對後市嘅信心都有所增強嘅。咁所以難免會有輕微嘅反價出現，拉闊咗股價嘅距離，不利個估到價嘅比率。減息週期重臨，再加上得益於發展商去庫存漸見成效，在今年第四季嘅住宅市道有望扭轉跌勢。咁但係鋪市同埋工業樓似乎仍然要經歷一個整固期，都要視乎翻經濟復甦嗰個情況，今年似乎都難以有突破啦。